為咗加強對患有自閉症兒童同埋青少年嘅支援，醫院管理局設有多個專科嘅醫護人員組成嘅跨專業醫療團隊，為患有自閉症或者過度活躍症嘅兒童提供及早嘅識別、評估同埋診治嘅服務，並提供一啲適當嘅治療同埋訓練。另外咧，社會福利署亦都會為患有自閉症嘅兒童提供學前嘅康復服務。我知道目前呢啲為兒童提供嘅康復服務係比較緊絀，所以喺低收入家庭中，如果有康復服務需要嘅學前兒童，佢哋係排緊位嘅，亦都可以透過關愛基金提供嘅學習訓練津貼，喺佢哋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嘅期間，使用一啲非政府機構提供嘅學習訓練嘅服務。呢一個關愛基金嘅項目呢，喺今年嘅下半年就會納入政府經常嘅資助項目裏邊啦。